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这礼拜要甲大家分享属灵的军队的第3讲。咱头前2讲是提起着属灵军队的责任甲态度，就是讲，咱教会真做一个属灵的军队，咱应该爱有的责任以及态度。今日咱来看一个比较较属于个人层面的问题，就是属灵军队中间咱个人会面对的攻击。因为咱知影，咱的人生中间就是充满了征战。伫征战的中间，咱检测咱的内心也充满了真侪挣扎。这是咱今日要面对的问题。要领受上帝话进前，咱同心来祈祷。是阮的主，愿感谢你的恩典。阮知影你的话是充满快乐，会当保守、引带阮人生的路途。愿恳求主，这个时刻你帮助阮，会当专心，而且用自信的心来领受你的话，来领受你的祝福。安尼祈祷，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，阿门。当一个人决志要交做信徒了后，敢会一时转念就完全改变？咱讲新创造的人，就讲一个人突然间完全换新，也是必须要经过长时间的培育、长时间的造就，甚至是长时间的挣扎，咱才会当慢慢有迄个换新的款式。一个成熟的基督徒，咱信主真侪当，敢有可能会因为环境的变迁，突然拄到一个意外，也是咱心境的变化，来陷入信仰的困境。到底敢有完全正成的信徒？这个问题是每一个时代的信徒需要思考的信仰议题。咱今仔就是要来面对这个问题。要有一个兄弟来找我，伊老讲牧师，我来到教会了，参与教会活动，伫教会内底出入，我有真侪改变。伊看见到家己有真侪好的变化。但是伊讲，但是老实讲，我心中有时阵嘛陷入一种挣扎中间，就是我咧读圣经，伊讲对礼拜中间所听到的道理，也是讲圣经的真理，我拢感觉真好。但是往往伫实行的时阵，我却做袂到。有时阵，我嘛会互迄个过犯所赢，就讲会犯错。我一旦犯错吼，比我还未信主进前更较艰苦。因为我明明知影这无应该做，但是却被罪恶所引诱。我了做我信主了，一切拢会改变，但是往往无一定是安尼。我拄着困难了，我就可能袂记起上帝，真容易陷入迄个罪恶中间。亲像咱今仔所读的经文中间，保罗家己所讲的相共。我哋今仔所读的这段经文，圣经学者有分2派，真无共款的讲法。有一派是认为讲这是保罗信主进前。就讲伊顶头活进前的处境，但是有另外一派认为讲，毋是，这是保罗伊本身，因为看迄个伊所写的迄个文章的时态，其实是伊拄到的问题。对牧师的角度来看，我感觉这就是咱人常常会去拄到的问题，就是讲。有时阵，咱知影讲，应该爱做的好，咱做袂到；无应该做的歹，咱反倒去做。这就是咱人的人性。
就是咱今仔要对付的问题。保罗伫今仔日的经文，伊对人生有真深入的描述甲分析。伊伫遮讲，伫伊的心内有两个律，一个律是犯罪的律，一个律是圣性的律。这两种律拢伫伊的内底，伫遐咧交战。所以讲，我发觉有一个法则伫我的内心咧作用。当我愿意行好的时阵，邪恶对我高高甜。我感觉有一个律，就是我愿意行好的时阵，都有歹到我三甲地地。咱看记着保罗，伊讲这是一个定律，就是一个法则，也就是讲，那法则就是讲无迄个例外的事，真少有例外。而且保罗毋是讲咱袂当行好，只是讲咱咧行好的时阵，有歹甲咱同在，这是伊生命的经验。我相信嘛是真侪人的体验。伊讲出人的处境，伊讲一个新创造的人，有时因为咱抑阁住伫咱的老的咱的身体中间。迄老的我，有时阵嘛会出现。牧师要分两个方面来讲。第一方面就是讲，保罗其实是咧讲咱人若要做好，心内愿意，但是却做袂出来。所以伊安尼讲，伊讲我所愿意的好，我知影爱做的好，我无去做；我所无愿意的歹，我反倒去做。咱常常嘛会安尼，明明知影安尼做就毋对，但是咱却安尼去做。明明知影讲咱无应该安尼做，咱却阁做出来。就是讲一个信徒知影上帝的计划，但是却因为家己的软弱，无法度来完成上帝伫咱生命中间的计划。圣经内底就有真侪人安尼啊。譬如讲，有一个少年的官，咱拢知影伊的故事。少年的官，伊是一个真有社会地位，而且佫真有经济地位，而且佫自细汉就守律法。圣经中间讲，马可福音书讲，耶稣一看见就介意，就真爱伊。表示伊是一个真可处、真好的一个少年人。伊来找耶稣创啥？伊来找耶稣问一个问题：讲我要安怎做，才会当得到永远活？耶稣讲律法安怎讲？伊讲我尽心、尽性、尽力听主你的上帝。伊讲律法所讲的，我拢做，我拢做。然后耶稣知影伊生命中间的问题，伊的捆绑，就对伊讲。讲爱你的变卖你所有的来跟对我。结果圣经中间讲，这少年的官悠悠悄悄离开。为什么？因为做袂到，伊受到伊的财物的捆绑，做袂到。明明知影上帝伫伊生命中间的计划，耶稣已经来讲啊足清楚啊，你明仔得到永远的道路，但是却做袂到，行袂落去，无力通行。因为咱的软弱拢会选咱肉体爱做。有一个故事讲安尼讲，有一个先生真爱啉酒，伊的太太真烦恼，讲惊讲啉遐济身体怕歹，就叫伊赶紧去病院检查，看医生敢袂当来考劝。结果这先生倒来有人摕一罐酒倒来，然后摕一支迄个树棍真长，就迄酒放伫桌顶，迄树棍插咧，就伫遐树诶。讲你这是咧创啥？因太太问伊讲你这是咧创啥？伊讲医生就叫我讲爱离酒较远诶。
因太太看这无路用吼，也知影教会牧师做歹，就讲安尼叫教会牧师爱来考劝。我这牧师是真歹啊！看到伊啉酒啉遐尼凶吼，就讲大声来骂讲，圣经讲袂当酒醉，爱互圣神充满。吼，酒对你来讲就是撒旦，就是有害，就是你若无法度控制，就是攻击你的对敌，你一定要离开。我叫这人真正叫牧师骂一下吼，会惊。过来礼拜拢无啉酒，叫一边去礼拜了，转来吼，我买一大堆，买过来箱转来。因太太讲，今仔是安怎较安尼？牧师毋是讲你袂当啉酒吗？伊讲牧师今仔讲道的题目是爱听你的对敌。所以人拢是去选迄个家己爱啊。人的软弱就是安尼，无力做好。第二项，保罗其实有哪咧讲？伫好的中间有歹，什么意思呢？保罗讲，我发觉有一个法则，伫我内面的作用，就是我要行好的时阵，迄歹拢让我高高甜啊。咱人总是安尼啊，有时咱明明知影讲爱安怎做，但心中佫浮出另外一个咱。两个多好冲突，伫咱心中咧交战。举一个来讲，咱过去咱台湾人真有人情味，路人看人拄着啥物困难，拢会去人帮忙。但是即马现代就无共款啦。讲咱即马路人看有人跋倒，咱若有良心的人，拢会想讲赶紧过去来帮忙。但是有时阵，咱要去来帮忙的时候，咱会想着讲，那些帮忙伊是一件好事啊，无毋对。但是万一若无切过来，也是讲伊切过了，佫要来热，我要热讲我来杀倒的，我来弄倒的，安尼我要安怎？也无人甲我证明我要安怎？所以咱心中就有挣扎啦，就伫遐交战。一方面认为讲，我安尼做是对；另外一方面讲，我安尼做可能会伤害我。所以这就是保罗所讲的这情形。伊讲，我内心原本底真爱上帝的法则，上帝律法我做爱，但是我的身体却受另外一个法则的控制。这法则甲内心所喜爱的法则咧交战。我袂当脱离迄个束缚我的罪的法则，这法则伫我身体内底作用。所以保罗咧讲啊，有时阵咱要做一件好的事，歹就伫迄个中间咧高高甜，互你无法度来行出好出来。虽然变做一个分裂的人，伫迄个痛苦中间。所以保罗安尼讲我真正真艰苦，什么人会当救我脱离这个互我死亡的身体？亲爱兄弟姊妹，你有拄到这款的情形，心中常常有这款的挣扎，咱面对着这个真黑暗的世代甲社会，有真侪有血伫咱的四周围。有时阵，咱的信仰明明咱讲咱这袂当做。但是咱的欲望来讲，做者不要紧，人无看到不要紧，心中就伫遐咧交战。那安尼，咱要安怎去面对？今仔保罗互咱真好的建议，咱一步一步来学习。第一项就是咱来承认这事实存在，而且常常伫咱心中产生争战。有人认为讲只要信主就哪来哪好，咱就袂去用攻击。若拄着攻击，咱嘛会当马上得胜。有一寡信徒甚至有这种烦恼，讲我若万一失败，我若万一跋倒，安尼真见笑。
就表示我真无信心，上无见证。所以我若跋倒，我嘛毋敢互知影。失败，我只好否认，只好改善。所以真侪人改善，教会当中嘛改善，无输改了上个彻底。因为毋是家己改尔，佮改做无看见。教会当作是天堂，信徒看到信徒拢感觉大家会发光，拢感觉大家拢是真光明的天使。所以教会内底只讲恩典，只讲顶头生，无要提罪恶，无要提审判的代志。如果咱若拢无要承认即个事实，无要承认咱内在幽怨充满罪性，安尼就真容易陷入一种可怕的情形，就是咱对罪恶包容，对罪恶麻痹。到最后，咱拢来暗藏起来就好啊，拢莫讲就好啊。拢莫讲，就当作无发生。所以咱要做的第一点就是，咱毋通去假啊，毋通去假善啊，承认有事实有存在。咱就是无完全的人，无完全的人组成的教会，就是无完全的教会。咱阁有足侪进步的空间，这咱来承认。第二，咱承认啥物货？承认咱就是软弱的。保罗嘛安尼讲，我嘛知，伫我内面，就是我的本性内底无良善，因为我有行好的意愿，却无行好的能力。我所愿意行的好，我偏偏无要去做；我所无愿意行的歹，我反转去做。保罗逐咱讲，伊非常清楚家己是软弱的，伊本性中间无良善。那照本性来活。面对审判，只有死路一条。当一个人明白家己是软弱的时阵，安尼就知影靠家己一点仔办法嘛无，靠家己只有死路一条啦。只有全心信靠上帝。当家己无办法的时阵，就是上帝施恩典的事。所以保罗也咧讲上帝对伊讲：我的恩典够也你用。因为我的能力是伫人的软弱顶面显得完全，所以我更加欢喜夸口我的软弱，通互基督的能力保护我。因为我什么时阵软弱，就什么时阵刚强。这就是保罗是生命的体验。承认家己这是事实，我本身就是罪恶，我就是软弱的人。我靠家己，这条路绝对袂通，只有我靠耶稣。虽然你睇人进入第三步，我靠耶稣基督来得胜。不如讲感谢上帝，借着咱的主耶稣基督，伊会当救我。我靠我家己行律法，行好，拢袂通救我，因为我无迄个能力嘛。我无迄个能力，只有一个人会当救我，就是耶稣基督。我的情形就是安尼嘛，伫我的心灵顺服上帝的法则，但是我的肉体顺服罪的法则，我就是无法度救我，只有我靠主耶稣基督。这互咱两项提醒：第一，咱着爱常常甲主耶稣基督同在啊，因为你毋通我靠你家己一个人要去征战，遐个好的征战无可能。我靠你家己无法度行好。只有甲耶稣基督同行，耶稣基督会帮助咱征战。有一个人叫丹克劳佛，伊这是伫非洲，一个真出名的宣教师。伊一生大半时间拢伫非洲咧宣教。伊身躯载一本新约的圣经，伫过身的时阵，人摕伊本圣经来摕起来。迄本是已经现甲破破烂烂的圣经顶面的第一页，安尼写讲我个人无能为力，面对着人生的困境，遐尼黑暗的世代，我知影我靠家己无能为力，但是我知影
阮两人最后的确得胜，我甲耶稣。我捌佮软弱，佮惊吓，但是现在我佮勇壮，佮勇敢，因为耶稣基督将来无退后。阮两人的确得胜，耶稣甲我。伊知影讲，伊咧征战，伊咧传福音，伊咧做任何事工，只有我靠耶稣甲伊，才有可能。靠家己无完全无法度。所以咱常常甲耶稣基督同在，咱袂当讲，咱拄着困境，咱来找耶稣。咱若顺境的时阵，就话耶稣你莫插我，我家己来就好，我活了做好诶。我若拄着困难，我爱找你。毋是安尼，因为咱毋知影咱拄着试炼，当时发生，只有时刻甲耶稣基督三甲伫地，咱才能得到迄个快乐。甲耶稣基督三甲伫地的办法，就是不断凭信心祈祷，祈祷所带来的力量，迄是无比大的。祈祷是咱精神好的武器。咱绝对毋通放落即个武器。咱今仔伫3堂礼拜的中间举行这中保大道事工大道者的就任式。咱教会推动这事工已经一段时间。伫这个事工中间，我深深去体验到祈祷对教会的重要性。咱伫大道式所做的服侍。上帝有咧改变，有咧听咱祈祷，真侪见证中间，咱深深去体会到大道的重要性。你着信心祈祷会当互咱精神好的精神。最后一项要甲大家分享的，就是对保罗的经验来讲，精神是不断持续的，一直持续到咱。即个会腐烂的身体结束为止。咱最近咧读《路加福音书》，《路加福音书》伫耶稣受魔鬼试探的迄段经文中间，甲其他福音书、强观福音书有其他就真大无共。伊伫魔鬼试探耶稣结束了后，耶稣拢用上帝话来抵挡。路加福音书加一句，伊讲魔鬼试探耶稣了后，暂时离开，暂时啊，意思是讲未来也有不断的攻击加诱惑伫耶稣的身边发生。保罗先生伫伊使徒生涯上界关封的时刻，有完每一天。操练家己，伊安尼讲，伊讲上帝有一个插咧个标，伊个头前，伊真爱咧跑走。伊最后讲，我严格对付家己身体，为着要完全控制伊，免得我叫人参加即个比赛，家己反倒当被淘汰。意思是安怎？意思讲，伊不断咧操练家己，不断期待，借着耶稣基督来面对不断来征战，一直到伊去见耶稣的时阵，迄个征战才会结束。所以，咱也爱知影，咱内心的征战是持续不断的征战，咱来不断甲耶稣基督结连。才有能力征战好的征战。最后，牧师也要提醒大家，伫教会方面，保罗这段论述提醒咱，教会嘛是一个不断追求主耶稣基督主权临在的群体。咱必须要保持不断的反省、不断的改革的信仰传统。现主是伫台湾的教会中间。有一寡教会咧，有人咧传达一种听起来那像是，但是其实是毋对诶道理。
有真侪教会假使讲爱追求成功财富，这是上帝一种祝福。这种现象是忽略家己自身的软弱，无要去看教会做成的外在的暗坎。所有的教会拢是上帝教会，当人的意志宽恕，作为超越过上帝旨意，离开基督的生命的典范的时阵，教会就陷入自我罪义的情境中间。所以教会必须要亲像保罗，随时保持自我信仰的反省。咱是改革中的教会，也是改革中的教会。咱是一群无完全的人所组成的教会，咱阁有真大进步空间。咱来尽力来往上帝为咱所插的标来迈进，不断的靠主耶稣基督更新咱本身。愿上帝帮助咱，咱同心来祈祷。是阮的主，阮恳求你甲阮三甲之地，阮会当认清楚阮的本性。是充满罪恶，阮的血气往往超越过阮的圣洁。求主帮助阮，互阮当靠主来得胜，靠主来征战好的征战，来荣光主的名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